这个大甲妈绕境，永年拢是伫个新历的4月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延到即摆6月才来举办，有够热。早起大甲妈的乱叫已经到森林的西犁，西犁是冲高温到33度，民众伫个大日头下迎接着乱叫，各种防日头晒的技师，包括帽啊、手袖啊、防晒油等等，照出人，这嘛真考验着体力。另外，这个苗栗姜天宫的白沙屯妈祖嘛要来绕境，下晡是跋杯请示妈祖，决定7月初5半暝2点15分来起驾，7月13来回銮。大甲妈的乱叫，我中昼的时阵已经到森林西犁新兴宫，民众摆两边迎接。这2天西犁气温33度，一路对咧绕境的民众，乌人目镜、手袖啊、帽啊，风拍的技师真齐全。有毛巾、帽子，还有一定要擦防晒。啊，热不热？热，很热哈。就是你现在看得到的，就是我们唯一的防晒措施，就是包得密不透风就对了。往年绕境拢是伫新历的4月，今年延到6月举行，会当讲是历史上上热的绕境。定南宫董事长甘清飘伫规日啊呼叫，问讲身体好无？还可以，谢谢。啊，天气即摆热袂安尼？哦，足热。身体会堪着？伤热啦。伤热还有。路边的商店免费提供矿泉水，让大家一路会当补充茶水。乱叫按算营养时自驾西犁福兴宫，另外苗栗姜天宫白沙屯妈祖，庙方进前有问妈祖，决定要开始绕境。下晡佮跋杯甲妈祖请示，7月初5透早2点15分绕境起驾。